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台语黑白讲》第58集。我是小张。在国语内底，咱若是讲你之前，或者是你先前说你心里只有我一人，在咱闽南语内底，咱就爱讲你进前讲你心内只有我一人。这个进前，咱开出合喙拢会去讲到，但是汉字到底安怎写，咱今日就要来甲讲清楚、说分明。进前这两字，在咱的生活当中，确实真接去讲到，但是咱拢袂晓写。后壁这字前，大部分的人拢认同，应该爱写作这个字。但是头前这字进，到底安怎写？到目前为止，全闽南语界拢无一个较好的讲法。今日小张就要来挑战。小张，这是硬道的工课呢，你敢有影要来挑战？真的，这就叫做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。敢若这个气魄甲胆量，你就要来甲小张按一个赞啊，对不？即马规站就来开始。今日这件代志，咱就爱对《诗经》开始讨论起。这个《诗经》已经超过3000年的历史啊，是正港的上古文献。后世人纷纷为《诗经》作注，这个注就是注解的意思啦。咱一般人若是无看这个注解，根本就看无。其中有一位学者，咱无讲袂使，伊的名叫做郑贤。这位郑贤是东汉时期的人物，在迄个年代有法度活到73岁，算是真长岁寿的人。这张就是伊的像，有小花壳头。在咱台湾，咱讲前壳金，后壳银，嘛有人讲前壳衰，后壳狼狽。双边边啊，壳厝边头尾，拢有人讲。伊细汉的时阵，人讲伊是神童啊；但甲伊较大汉的时阵，人讲伊是经神。其实伊的身份毋是干那是经学家，伊嘛是文字学家，嘛是语言学家，嘛是文献学家。在这个东汉的文化界内底，伊会使讲是一个化水的坚强的人物啊。这件代志甲郑贤、甲《诗经》有啥物关系？你毋着紧讲，各位莫着急，请听小张慢慢说来。咱即马翻头转来看这篇《诗经》的上尾这句话，咱无要讨论啦。咱来看郑贤安怎解说。在这个解说内底，伊有写到这两字，你要读作先前，还是要读作先前，我拢无意见。我讲一摆，咱今日无要来讨论这篇《诗经》，咱只不过是要来讨论先前这两字。这两字当然就是正港的上古汉语，甲咱拄正要讨论的进前有啥物款的关联性？上起码这两字拢写同一字嘛？敢讲第一字会使读作进，绝对无这个道理嘛？安怎讲？在教育部的网站内底有真清楚的记录，这个字会使读作先，嘛会使读作先，阁有另外一个白话音会使读作新。但是这个白话音咱较无去用到，所以咱先按下不表。其中这个燕甲英互相转换的代志，在台语黑白讲第47集内底有真详细的讨论。小张，你讲规半部，结果这字毋是正字哦。那安尼，你是毋是已经变无网啊？免着紧嘛，咱会使来查这个字，看这个字有啥物线索。在教育部的网站顶悬有记录，会使读作前，嘛会使读作前。搁讲一摆，这个燕甲英互相转换的代志，在台语黑白讲第47集内底有讨论到。这个字是啥物意思？咱来看文册安怎写。在正文内底写呢，前后之对，又进也。在公文内底写先也。既然先甲前这两字是同义连词，咱就会使甲写做伙，会使读作先前，嘛会使甲读作先前。其实啦，这个同义连词毋是干那这两字啦，这三字拢会使算是同义连词。咱若是用进甲先这两字甲互相替换了后，咱就会使得到这两字。读作进前，进前这两字就是安尼来的，上原本的意思对先前来的。这个先前嘛会使甲读作先前。小张，意思是对啦，音嘛正确，无但见阁有文献的支持。但是我有一个问题，同义连词的中间，敢真正会使互相替换？无咱即马就来甲无三不成例一下嘛。在中文内底有一个词叫做即使，在咱闽南语内底。咱就爱讲近事，是安怎咱会使讲安尼？因为伫说文解字内底写紧，天时急呀。这个紧甲急这两字就是标准的同义连词，会使互相替换。
所以伫咱闽南语内底有一句话叫做紧事看办，伫中文内底有一句话就叫做急事缓办。有道理，紧甲急这两字是同义连词，所以会使互相替换，无问题。但是缓甲宽这两字要安怎解说？咱来看这字宽伫说文解字内底的解说。宽大呀，将面缓声，缓音缓，经文生做宽，一月缓呀。所以宽甲缓这两字嘛是同义连词啊。原来就是安尼哦。即马可能有人要甲小张反映，小张这个字伫文册内底的记录爱读作宽，毋是读作宽。这件代志小张捌讨论过，亲像这个字会使读作关，嘛会使读作官。这个字会使读作碗，嘛会使读作碗。所以讲这个字会使读作宽，嘛会使读作宽。这个安甲啊韵母互相转运的代志，小张伫台语黑白讲第45集内底有讨论甲真详细。各位若是有用的时阵，会使来甲参考看卖咧，嘛先煞甲小张捧场一下。咱即马继续来讲第二组的同义连词。伫中文内底讲回来，伫咱闽南语内底就会使讲转来。是安怎安呢？咱来看说文解字安怎写。回转呀，这个字会使读作转，嘛会使读作转。小张伫台语黑白讲第44集内底有真清楚的说明。接落来，咱来讲第三对的同义连词。伫中文内底讲寒酸，伫咱闽南语内底就爱讲冻酸。安那会安呢？伫说文解字内底写甲真清楚，寒冻呀。所以这两字就是标准的同义连词，会使替换。这个字会使读作寒，嘛会使读作寒。同款是安甲啊互相转运的字。伫台语黑白讲第45集内底，小张有真清楚的说明。讲到单为止，相信各位拢已经了解同义连词正讲的用法。这就是小张做学问的态度。若是要讲什么字，小张一定会摕文献给你看。若是要讲什么理论，小张一定会举例说明，讲甲你明白为止。咱话讲倒转来，是安怎无代无志，小张会去想到进前，就是爱写这两字。原因就是因为前几天去看到咱的好朋友魏火兰先生的节目，拄好在介绍这字前，小张才去想到，伫这个所在，小张要甲魏火兰先生说一个多谢。咱来讲结论。第一，郑贤为诗经作注，其中伊就写到生情这两字。第二，这三字互相之间是同义连词，拢会使互相替换。第三，进甲生若是互相替换了后，生情就会使写作进情。第四，你进情讲你心内只有我一人，进情就是这个用法。今日我就讲到这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欢迎批评甲指教，谢谢。拜拜。